歡迎收睇港深置業全網評測最專業嘅頻道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森。同珠海一路之隔，一路俾人唱衰，而又一路熱銷。從物業不作為、電梯屢出問題、泳池嘅會所咧，業主交咗年費，但係大門緊閉，再到車位指埋不租嘅問題鬧得沸沸揚揚，業主集體維權嘅情況咧層出不窮，但係又一直冇影響過佢熱銷嘅情況。究竟呢個樓盤又有啲咩重點嘅優勢，吸引到眾多買家願意買單呢？今日要講嘅就係珠海後花園如風名門。無論你係剛需上車、投資收租定係退休養老，聽完呢條片你自然就會有答案。缺點我會放喺最後，我哋先上基礎信息。項目總佔地面積約14.8萬平方，總建築面積60萬平方，總戶數嘅話4521戶，綠化率35%，容積率嘅話3.32%。停車位地面嘅話有894個，地下有3284個，唔到1比1。物業嘅服務咧係安信物業，物業管理費2個2。項目位置位於中山坦洲大道寶珠南路交匯處，在售嘅棟數咧28、29、11棟嘅樓王，在售嘅面積有101方到135方嘅4房同5房，價錢嘅區間咧大概喺10,800到15,000蚊左右。第一，地段夠晒出位。珠海坦洲通勤一路之隔，如風名門坐落喺坦洲嘅頭排位，門前咧就係歷時3年修建嘅坦洲大道，由門口嘅坦洲大道連接南灣北路，真實可以做到10分鐘到珠海華發商都同埋北山大院嘅超大型商圈，18分鐘咧可以上到港珠澳大橋，20分鐘可以返到拱北口岸直達澳門。對於喺珠海上班、澳門返工嘅朋友仔嚟講咧，呢個區位真係冇得彈。唔單止係咁啊，樓盤周邊3公里範圍內覆蓋咗坦洲政府、坦洲中心小學、坦洲醫院等核心配套，日常返工返學真正可以做到住坦洲、享珠澳嘅資源。區位優勢直接拉滿。第二，配套成熟完善，一站式滿足生活所需。買樓咧最驚就畫大餅，但係如風名門嘅配套咧全部都係現成可用嘅，唔使等規劃，唔使盼兌現。商業方面咧，樓盤自帶咗近2萬平方嘅商業街。便利店、藥房、街市一應俱全，樓下就可以買餸煮飯，旁邊就係現時坦洲最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優越城。週末返嚟咧，想嘆下茶、睇下戲，步行就可以到達，車都唔使開嘅。醫療方面，坦洲醫院、珠海常聰醫院都係喺附近，日常小病小痛就醫都好便捷。成熟嘅配套直接省去咗後期好多生活嘅麻煩。第三，小區環境優質，居住舒適度拉滿。如風名門總佔地面積超過14萬方，綠化率高達35%，相當於15個標準足球場咁大嘅綠化面積。入到小區就好似入到公園咁，滿眼都係綠植，空氣清新，每日晨運、晚飯後散步都好舒服。小區規劃咗5大主題中心園林、室內外泳池、羽毛球場、籃球場、兒童樂園等設施，小朋友可以喺度遊玩盡情玩，長輩可以喺活動中心落下棋傾下偈。年輕人可以跑步健身、游泳放鬆，一家大細都有自己專屬嘅活動空間。而且小區實行咗封閉式管理，24小時嘅保安、門禁系統完善，居住舒適度、安全度高。無論係剛需自住定係改善居住環境，呢個小區環境都非常之適合。第四，戶型實用率高，適合多種家庭嘅需求。如風名門嘅戶型設計好貼合大灣區家庭嘅居住需求。主力戶型涵蓋咗101方到135方嘅4房到5房，實用率高達110%以上。你冇聽錯，仲係帶有大陽台、大飄台，甚至贈送嘅入戶花園都可以做一個獨立嘅休息室，滿足改善型家庭3代同堂嘅居住需求。戶型靈活性同埋實用性都非常之高，一直被人譽為坦洲零公攤代表者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帶大家上去睇下實體戶型。睇完再同大家講下佢嘅缺點，我哋再決定是否適合你。我而家就嚟到咗11棟嘅樓王，都係比較大嘅戶型。呢邊嘅話就120方、119方嘅2戶直廳嘅戶型，即係呢一種就傳統嘅直廳，但係做到個3房再加一個入戶花園就有4間房嘅，等於呢一個位置入戶花園亦都非常之闊落嘅。我哋由大睇到細，兩邊一樣嘅119方。呢度有個走廊嘅大明窗啦，呢2戶嘅話就係大戶型嚟嘅。兩個戶型嘅佈局基本上一樣，贈送嘅面積嘅位置亦都係差唔多。可以睇睇128方呢一個係我現時呢一棟裏邊最中意嘅戶型，可以講係128可以做到個真係大平層嘅即視感。1、2、3、4、5
5間房，即係入戶花園其實都可以做一間房嘅。呢個位置嘅贈送面積真係相當之大。呢個咧就135方，佈局咧係一樣嘅。我哋先睇128方啊，你可以睇睇呢一個佈局。呢度咧就會比嗰邊係多一間房。喺佢嘅休息區裏邊咧，呢度一共有4間房，嗰邊得3間房嘅。OK， 嗱，128方呢個位置就相當之舒服啦。入戶首先嚟一個贈送7.5平方嘅贈送面積俾你先，即係成個入戶花園呢度咧，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嘅，真係超級大。你可以喺度放個鞋櫃又得啦，或者係做書房啦，或者甚至做入戶嘅茶室都係冇問題嘅。呢度咧贈送咗6個方，你係可以做一個休息室嘅，呢一個非常之大。咁呢度做咗個書房、電腦房，亦都有一個明窗喺呢個位置。所以呢個贈送面積呢度加埋呢度都送咗10幾個平方米嚟啦。嗱，呢度咧就本來有個贈送空間，就係呢個位置對出嚟嘅位，佢就打通咗佢，將呢個客廳咧就變成咗5米幾，非常之闊落。128方真係俾到你係有好豪華嘅大平層嘅感覺。呢一個御風明門咧，其實佢一直都有即係比喻為咧零公攤代表者，因為佢早期嘅戶型呢啲就可以做到咁靚嘅一個使用率啦，110%。咁對比周邊嘅金泰薩紀城啦、佳景康城啦，呢一啲普遍嘅90%左右嘅使用率咧，呢一個嘅優勢就會大好多啦。再按而家嘅價格，已經去到劈到差唔多接近1萬蚊嘅單價，10,800到15,000蚊你就可以搞掂。呢度嘅陽台嚟嘅，本身係到呢個位置左右啊。呢度咧做咗個風窗嘅設計，望落去咧就係我哋嘅園林、羽毛球場、網球場等等一啲嘅嘢。但係咧佢會有一個，我覺得呢棟樓會有一個阻擋，就係兩邊係逼住走嘅。前面嘅話亦都會有個遮擋，呢個位置有個角位遮擋。嗰邊嘅樓咧望到亦都比較近嘅啊，呢邊亦都係比較近嘅。但係勝在個室內空間就真係夠晒舒服。佢做咗呢種咧半開放式嘅樣式咧，呢一咁樣嘅廚房咧，佢交付嘅時候當然係會有棟牆喺度嘅嚇。咁但係咧，你可以全部打通佢做呢種半開放式，好似華發而家嘅 LDKG 嘅設計啦。呢度你可以拉一個呢個叫做推拉窗，咁你就可以做到半開放式。平時可以收埋佢，因為呢啲牆體咧係夠位置俾你去收嘅。呢個6人餐位係原來做嘅嚇，呢個飄台嘅位置亦都係贈送面積嚟嘅。呢個6人、8人、10人到12人，我覺得都係一啲壓力都冇嘅呢個客廳啊，呢個飯廳都可以講係大飄窗。再嚟休息區，佢呢度位置咧做咗3間房嚇。頭先講到就係呢個區別就係呢度係有3間房，135咧嘅區別就係多一間房。休息區呢間作為你可以做長輩房嘅使用啦。呢度嘅話有個好大嘅贈送面積，都喺呢個位置，三邊嘅落床位，足尺嘅床。嗱，其實好少見到可以有兩邊嘅床頭櫃，再加埋衣櫃嘅一個長輩房啊！呢度咧相當之舒服，真係。其實都係大戶型係大戶型，但係佢房數多，而且佢保證到每一間房咧都非常之闊落啊！呢度係洗手間，獨有一個獨立嘅大明窗啦。洗手間就不過不失啦，可以咁講下。等下我哋會睇一個交付標準嘅。呢度咧作為兒童房。飄台位置都係贈送，咁就好巧妙咁利用咗呢個位去做咗一個書台。呢個位置床亦都係足尺嘅，帶埋個衣櫃，仲有好闊嘅位置俾到你，你可以做兒童房去使用，真係夠晒闊落。呢一個咧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又係要講下呢個贈送面積先。呢個位置呢度咧成個轉角270度嘅窗，你望出去嘅景觀採光都非常之好，都係屬於贈送面積嚟嘅。咁反而就變咗。成間房嘅闊落度咧，就真係有大平層嘅感覺。兩邊嘅床頭櫃，再加埋呢個足尺嘅床，呢一 set 過嘅呢一種地櫃，再加埋你咁樣嘅衣帽間，你可以隔一個衣帽間出嚟。呢一個洗手間仲比公用嗰個要大啲，我甚至可以講係。OK，呢個係128平方嘅，我個人就比較中意呢一個。當然最低嘅面積咧101平方咧，就喺另外嗰兩棟嘅嚇。咁嗰啲面積咧，其實就贈送面積都多嘅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冇11棟嘅樓王咁出彩啦。再到119方啦，再睇下呢一個，佢呢一個設計119方呢度，咁佢做咗個3房入戶花園贈送一間房啊，陽台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入戶咧先贈送你3個面積入戶花園俾你啊。
跟住入到嚟呢度咧，都係贈送面積。呢度咧一共有5個方。咁其實喺細細地喺香港嚟講，呢種咧係可以做一個臥室㗎啦嚇。但係咧喺內地呢啲就相對比較細咧。因為如果你做一張呢度可能得米把，如果你做個1.2米嘅床，你關門都關唔到嘅，真係嚇。咁你可以喺呢邊嘅話，適合做一個例如好似呢個咁樣啦，瑜伽室啦，又或者係閱讀房啦等等。入嚟咧呢個位置係屬於廚房啊，跟住咧仲有個大明窗。呢種就 L 型廚房啦，真係夠晒闊落，亦都係做種半開放式，你可以做封閉式嘅4到6人嘅餐位。呢個位置亦都 OK 嘅。咁你如果單獨，因為佢係傳統直廳，你望起身咧就肯定冇嗰種咁打通嘅開闊嘅視野咁舒服嘅。呢個120方，所以話我128方仲好過呢個，係咪先？佢開間個大概有4米幾。直廳嘅開間4米幾已經好闊落㗎啦，咁同埋咧，我哋頭先有講到啦，呢邊嘅陽台對出嚟，亦都係贈送面積非常之大，陽台係非常之闊嘅，超過1.8米嘅。咁我哋做咗封窗嘅設計，270度嘅採光，望落下邊咧滿眼都綠植，可以講係推窗見綠。嗱，你可以睇睇，頭先我講到一陣我會講到缺點啊，有其中有一個叫樓間距近啦。我哋而家呢一度咧，目測可能只有5到60米。如果有啲更加近嘅話咧，唔止呢一條數㗎，即係樓間距咧相對比較密少少。如果你私密性嘅要求比較強啲咧，呢一度就真係唔係咁適合你嘅。呢度亦都係一間房嚟㗎，咁啊做咗個打通嘅設計，呢間房都非常之闊落。我目測佢嘅進深已經係超過5米㗎啦。呢度有一個贈送面積俾你，呢度係可以做一個好大嘅臥室嘅。即係3間房，其實我入邊分佈3間房，嗰度一間房，呢度一間房做兒童房，佢就利用咗個飄台位置，即係贈送嗰個面積段，咁就做咗個榻榻米嘅一個床，再加埋呢一個到頂嘅衣櫃啦，你睇非常之闊落，仲有好大嘅活動空間喺度嚟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同樣同138方嘅，亦都係有個270度嘅飄台咧，係屬於贈送面積去贈送俾你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我哋目測都有3個方左右咧，屬於贈送俾你。有個景觀窗台，非常之舒服。足尺嘅床，兩邊嘅床頭櫃，再加埋呢個櫃，其實個大差不差嘅大細咧，個 size 係差唔多嘅。咁啊，做咗個到頂嘅衣櫃啦，係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洗手間啦，咁亦都係有個大明窗。佢所有嘅洗手間，我覺得佈局都基本上一樣嘅。佢弧形利用得好咧，方正位咧就相當舒服啲嘅。我哋最後睇到一個樣板間，就係交付標準㗎。呢個屬於個創意嘅樣板間啦。可以睇119平方嘅，就喺隔離嘅啫。嗱，兩梯4戶，01、02、03、04，贈送面積。我哋簡單帶過下，呢一個係交付標準。我哋見到嘅所有嘢都係交付俾你嘅。嗱，呢一個咧贈送面嘅位置，都係有採光窗，見到嘅嘢基本上都一樣㗎啦。嗱，廚房嘅話咧，攝影師可以掃一掃廚房嘅話咧，因為嗰邊做咗個打通啊，佢原來就係咁嘅樣㗎啦。呢度可以出嚟睇一睇。因為呢度嘅話咧就冇做封窗啊，冇做封窗嘅情況咧，你可以睇到個陽台嘅闊度超過1.8米。OK， 嗱，可以出嚟睇睇，望落去真係個園林景觀就好冇得頂㗎啦。對面仲有泳池啊等等一啲景觀，亦都係相當之舒服嘅。廳如果你冇放家私，望到仲更加闊落，真係。休息區啊，可以俾個空鏡掃一掃休息區俾大家睇下。交付標準咧，我覺得就叫做不過不失啦。如果你話好靚着重咧，佢又唔算嚇。但係咧就基本上要嘅嘢都有咯。可能如果你要好精緻好 shop 嘅話，你就要去自己去加啲錢去做定製。你本身就係要做定製嘅啦，你要更多可能要貼牆布啊等等嘅一啲嘢，就會更加精緻啲嚇。咁呢種咧都屬於之前佢做嘅，好接近奶油風嘅感覺嘅。呢個洗手間。所有見到嘅嘢都係交付標準啦嚇，咁普通嘅鏡盤啦，咁嗱呢個單星盤就細咗少少嘅，輕輕。不過呢個主人房冇乜所謂，個人使用嘅，你自己做可以做翻大少少，鏡屏都有嘅嚇。同埋呢個造型咧，亦都係好齋嘅一種啦，我覺得算係呢一種。不過就有好過冇啦，不過你唔需要自己去裝修。嗱，飄台就係頭先講到嘅，佢已經駁通咗嘅贈送面嘅呢個位置嚟嘅，呢度就係交付標準啦。好啊，
嗱，三個咧，我哋主要嘅主力棟數嘅11棟裏邊樓王裏邊咧，主要嘅戶型就係呢幾個啦。呢個係交付標準，咁仲有啲更細面積嘅110方、101方等嘅一啲面積咧，我哋下期再呈現俾大家。我哋而家先到樓下同大家總結下佢嘅缺點。樣板房睇完咧，我哋要客觀咁去睇下裕豐名門嘅缺點，唔好只係聽優點而忽略咗短板，避免買咗之後後悔啊！以下呢4個缺點咧，大家一定要重點留意。第一，部分漏洞臨近馬路，會受到有噪音嘅干擾。裕豐名門東南邊臨街流動，靠近坦洲大道以及寶珠南路，呢兩條路咧係坦洲嘅主幹道，日常車流量非常之大，尤其係早晚高峰啊，車輛行駛嘅噪音咧會比較明顯。雖然窗戶採用咗隔音嘅玻璃，可以減少咗一部分嘅噪音，但係長期居住嘅話咧，對於對噪音比較敏感嘅朋友仔嚟講，可能會有一定嘅影響。所以如果大家喺揀流動嘅時候，盡量避開臨街嘅流動，減少噪音干擾。第二，車位配比明顯不足，停車可能有壓力。裕豐名門嘅小區總戶數有4500戶，但係車位總數只有4100個，車位配比咧唔到1比1。雖然唔算特別緊張，但係隨著大家生活水平嘅提高，家家戶戶基本上都有私家車㗎，甚至好多家庭有2台車，後期可能會造成停車難嘅情況。尤其係週末或者係節假日，小區車位可能會供不應求，需要停到小區外邊嘅臨時停車位。對於有車一族嚟講咧，可能會有唔少嘅不便。第三，容積率偏高，流動同埋流動之間樓間距最近甚至只有3到40米，望向來源嘅流動咧，容易形成行出露台咧就同對面鄰居面對面嘅尷尬，對於私密性有一定嘅影響。而且部分老舊流動設施略有老化，維護有待加強。裕豐名門分多期開發，早期流動已經交付使用超過10年時間，部分公共區域同埋設施，比如電梯、樓道、照明、健身器材等，已經有一定嘅老化跡象。居住體驗咧可能會受到影響。第四，周邊路段高峰期擁堵，通行效率受影響。雖然裕豐名門嘅區位交通便捷啊，但係門前2條主幹道早高峰同晚高峰嘅車流量非常之大，容易出現擁堵嘅情況。而且目前坦洲嘅公共交通配套咧相當薄弱，公交線路唔多，班次間隔時間較長。如果唔開車，依靠公共交通通勤比較不便。對於冇車嘅剛需族嚟講咧，可能會影響日常出行效率。呢一點大家一定要結合自己嘅通勤方式去考慮。咁裕豐名門值唔值得買呢？綜合上面嘅優勢同埋缺點，其實裕豐名門係一個優點突出、短板明顯嘅樓盤。整體嚟講，區位優勢、配套成熟、戶型實用係佢最大嘅核心競爭力，適合對預算有要求、注重通勤便利性同埋生活配套嘅購房者。簡單嚟講，如果你唔係對樓盤嘅新舊程度、物業管理有極高嘅要求，而且預算有限，注重通勤同埋配套，裕豐名門絕對係一個值得考慮嘅選擇。但如果你追求完美嘅樓盤，對噪音、設施老化零容忍，或者完全依賴呢個公共交通通勤，呢個盤可能就唔係咁適合你啦。買樓一定要結合自己嘅核心需求，權衡利弊之後再做決定。講到呢度，我估大家都已經有咗自己嘅答案。最後再提多次，單價嘅話咧係10800到15000蚊每平方，所以要詳細嘅價單可以直接聯繫我。好啦，買樓穩下心，一定夠穩陣，俾個 like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